一個承諾，令到呢個比賽得以延續。點解會有呢個比賽？就係堅持、承諾為所有嘅球員，每一個香港球員有更多嘅機會，可以有更好嘅比賽。所以我哋持續搞第3年嘅比賽。今年好高興，我哋上一 part one 就係女子隊，咁都好多朋友嚟支持。今日一路正賽男子隊，俾掌聲你自己，多謝你現場支持我哋。好啦，嗱呢樣嘢好緊要，搞一個比賽，梗係要人力物力啦，咁亦都要財力嘅。咁啊，單憑小弟一個嘅荷包，絕對唔夠支持，全靠你哋在座咁多位買飛支持啦，令到我繼續呢個比賽啦。另外，我哋都多謝我哋嘅贊助商，247唔係好啦，一定係全港最多分店嘅地方。嗱，大家想我繼續搞落去嘅話咧，好緊要，大家有張指線係咪啊？拎起個指線啦，唔該。反起將藍色247嗰邊 show 俾我，同我揈下去，等我影一個好嘅相，交翻俾我嘅客戶好嘛？多謝247。嚟多啲，多謝支持。係啊，唔該晒，多謝支持。好，咁我正式講翻啦。今年嘅比賽咧，我哋一路咧都係以精賽8強為我哋嘅邀請目標。咁啊，今年嘅比賽遲咗少少啦，場地問題，但係都好開心，8間學校鼎力支持，一路參與。今日去到決賽，經歷咗3個月，大家夾唔同嘅期，多謝咁多間學校嘅老師同埋教練、球員，有時夜晚都嚟比賽，去支持我哋呢個比賽，能夠得以成功舉辦，佢哋功不可沒。俾掌聲各位嘅老師阿 Sir， 我變相加你哋班奧利添 ，sorry。下年我哋會搞得更好，亦都希望有機會去更多唔同嘅地方帶俾你哋。今年我哋嘅主題係用咗一首歌，唔知你哋有冇聽過？呢首歌係好啱球員去聽 music， 有冇聽過呢首歌啊？我唔會唱嘅，我都。呢首歌係周恩平嘅《上場》，我希望在座每位嘅朋友，你哋支持你身邊嘅每一位運動員，無論佢今日喺場地或者他日喺場地，佢哋都係等待一個上場嘅機會。事不宜遲，為大家介紹嘅首先係為連續冠軍南北水師，1號球員邱子軒，2號球員蕭海生，3號球員鄭子怡，7號球員邵宇軒，9號球員梁俊朗，10號球員高浩洋，11號球員劉子軒，12號球員陳卓榮，13號球員廖卓恒，18號球員黃俊廷，25號球員黃卓興，30號球員梁子健。佢哋嘅教練係胡國峰先生，左手門將啊，仲有佢哋嘅領隊老師係劉宇龍老師，佢哋嘅助教係余耀明先生。跟住今年好有機會喺唔同嘅大賽都會見到佢哋嘅，就係北角協同中學。喺呢個時候有請一啲球員，1號尹世文，2號黃家豪，5號李振南，6號李柏恒，8號梁志堯，9號黃志成，11號楊俊偉，13號蘇世成，23號譚遠鵬，24號曾正傑，33號余俊興同埋77號余瑞彤。佢哋嘅教練係又係你啊，朱耀明先生。校長
掌聲！